認知行為療法 CBT 的作用。19. 情緒調節技巧，治療師點樣喺臨床用 CBT 同來訪者對話？情緒調節技巧分享下咯。大家好，我係臨床心理學家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下喺臨床實踐入面，我點樣用認知行為療法 CBT 嘅情緒調節技巧同來訪者對話，幫佢哋管理負面情緒，例如焦慮、怒氣、傷心。呢啲技巧唔單止理論上有用，仲好貼地，日常生活都用得着。以下係我會點樣同來訪者傾，俾大家一個真實嘅臨床對話。CBT 嘅核心三腳凳比喻，我通常會同來訪者講：你有冇試過覺得情緒好似失控咗？其實喺 CBT 入面，我哋話情緒係有三樣嘢一齊影響，想法、行為同身體反應，就好似一個三腳凳，缺一條腳都唔穩。要調節情緒，就要喺呢三方面入手，唔係淨係壓抑佢。例如有個來訪者話面試前好緊張，我就會同佢講：你而家緊張，可能係因為你有啲想法，例如我會搞亂，行為可能避開練習，同埋身體反應，心跳加速。我哋一齊試下調整呢三樣，睇下點樣幫你平復啲。臨床對話6個情緒調節技巧。1. 認知調節，質疑同重塑想法。我會點講？你話面試緊張，腦入面係咪諗住我會搞亂？佢哋會覺得我無用。呢啲係自動想法，好多時誇張咗。我哋試下質疑佢，有咩證據話你一定搞亂？有冇其他可能性？例如佢哋睇你嘅努力多過完美，最壞又點？你應付得到嗎？對話實例，來訪者：我真係好驚搞亂。我 OK， 寫低呢個想法，試下答呢3條問題，我哋一齊改成：我準備咗，唔會完美但夠勇。你覺得呢個想法點樣？來訪者：好似合理啲，緊張少咗。我好，下次緊張試用手機 notes 記低，改完再睇感覺點。目的幫佢明白想法唔係事實，教佢用理性重塑。2. 行為調節，相反行動同愉悅活動。我會點講？有時情緒叫你躲起來，例如朋友冇回信息，你覺得傷心，想縮喺被窩。我建議你試下做相反嘅事，例如再 send 個問候信息，或者做啲開心嘅事，例如睇搞笑片，試下斷開呢個負面循環。對話實例，來訪者：朋友誤會我，我覺得佢唔理我。你原本想點做？來訪者：唔想再搵佢。不如試下相反，send 句你 OK 咩？再睇30分鐘搞笑片，睇下心情有冇變。來訪者：下次見。佢話忙緊，仲同我傾咗陣，心情好咗。好咧，下次試列3個開心活動，即刻做一個。目的用行動打破情緒慣性，提升正能量。3. 生理調節，放鬆身體反應。我會點講？你話同同事唔合作好，嬲，拳頭緊晒，心跳快，呢啲係身體反應。我教你用深呼吸平復，吸4秒，停2秒，呼6秒，做5次。試下而家同我一齊做。對話實例，來訪者：我同佢傾唔落去，好激動。我哋試下深呼吸，吸，停，呼，你覺得點？來訪者：心跳慢咗，平靜啲。好，下次嬲起來，搵個靜處做5次，或者試下由腳到頭收緊，再放鬆肌肉，記低身體點變。目的用生理方法即刻減壓，平復神經。4. ABCDE 模型，拆解同調整。我會點講？你話老闆要改報告，覺得好焦慮。我哋用 ABCDE 拆解下。A 係事件，老闆話改。B 係你嘅信念，我做得差。C 係結果，焦慮8分。我哋試下啲質疑，有冇證據佢唔滿意？佢有冇講整體 OK？E 係新想法，我做得 OK，有進步空間。你覺得呢個點樣？對話實例，來訪者：老闆一講改，我覺得自己好差。我寫低 ABCDE，我哋一齊質疑，佢話咗咩？有冇其他解釋？來訪者：佢話整體 OK，可能淨係想改進。新想法會唔會舒服啲？試下記低，下次再用。目的教佢有系統咁分析同調整想法。正面觀察，接受同分離情緒。我會點講？你話考試唔合格，好失望。
唔想同呢個感覺鬥爭。我教你正念，揾個靜處，閉眼，感覺下失望喺邊度。例如喉嚨塞住，同自己講呢個只係一個感覺，會過去。試下而家做對話實例。來訪者：我覺得自己好失敗。我唔使同失望打架。試下觀察佢，話自己失望係正常，唔代表我差。來訪者：喉嚨鬆咗啲，平靜咗。我好。每日試5分鐘正念，例如食飯專心味道，情緒來時唔反抗。目的：教佢接受情緒，唔被牽着走。6. 長期預防，建立情緒緩衝。我會點講？你話同人拗交易，No，我哋可以提前準備，試下每日講句我做得夠好，再寫低觸發點，例如有交，定個對策，停一停，行出去冷靜，咁樣情緒唔會咁易爆。對話實例：來訪者：我同人拗交就失控。我試下自我肯定，我有權有情緒，但唔使失控。對策係咩？來訪者：停一停，深呼吸。我好。寫3個觸發同對策，下次試用。目的：幫佢建長期穩定嘅情緒習慣。場景應用：臨床示範1：焦慮面試。我講，你話面試緊張，我哋試下改想法。我準備咗，唔使完美，再喺會前深呼吸5次，練一次自我介紹。試下。來訪者：OK，感覺有信心啲。2：怒氣塞車。我講，塞車嬲，你可以唔鬧人，播歌聽，再用 ABCD 改想法。塞車唔係針對我，試下唱歌放鬆。來訪者：下次試應該會冷靜啲。3：傷心被拒絕。我講，被拒絕傷心，試下正念，傷心係正常，會過去。之後 WhatsApp 朋友傾，靜5分鐘試下。來訪者：傾完舒服咗。總結：臨床嘅目標。喺臨床入面，我會用呢啲技巧同來訪者一齊實踐，幫佢哋明白情緒係可以調節嘅。CBT 好似一個3腳凳，改想法，斷行為循環，平身體反應。短期救急用質疑同放鬆，長期靠正念同預防。我會鼓勵佢哋試方法、記效果，慢慢建立屬於自己嘅情緒工具箱。如果你有啲情緒想調節，例如緊張、失落，不妨留言話我知。我可以同你一齊試下，呢啲技巧好實用，share 俾朋友或者聽過需要嘅人，一齊學點樣平復心情啦。呢篇文係將 CBT 嘅情緒調節技巧透過臨床對話方式呈現，等大家感受到治療師同來訪者點樣互動。